呀，这么好一块布浪费了，你看这是啥？你看这猪像不像李清流？看见啦，他就是那只猪嘛，别理他啊。开心点。走开，走开，快走！二毛，二毛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哎，快跑！别跑！快跑！二毛，哎，别跑！过来，快走！二毛，去那边。找到你了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看多快，睡着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那个鸡是我养的，那不是我放的，要怎么罚随便你吧。这笔账暂且给你记下。叔叔，干什么你？缴6股的线，你只缴了5股。这种断头，拿到市面上，定毁我私塾庄的招牌。起来。时间酿酒，酿人，更酿精品。我们织工倾注60天，才织出一匹纹饰精美、风情万种的绢。虽丝绸值万钱，但人的时间，莫不更加珍贵，更值得你们珍惜吗？今天怎么这么大邪火啊？他今天遇到棘手的事儿。哎呀，这么好一块布浪费了，你看这是啥？你看这猪像不像李清流？看见啦，他就是那只猪嘛，别理他啊。开心点。